来看海军168舰队一个姓杨的阿兵哥，伊主动表示讲，伊中国籍的妈妈捌办一办中国的身份证，过期了后又搁要来帮伊订办哦。国防部是先协助这阿兵哥来保留中华民国的身份。移民署初步嘛认定讲，这是一件特殊案例。也毋过有立委就正烦恼讲，若有人调故意帮其他人去办中国的身份证，这恐惊问题会真多。海军伫台海前线守护家园，毋过却标出有官兵持有中国的身份证，时间有到10年，引起关注。海军168舰队有一个志愿役姓杨的上兵，昨日伊主动汇报，讲伊事先毋知影情形。伊讲因老母是为中国寄来台湾的，因老母过去替伊办过中国的身份证，2021年过期失效了后，又搁要替伊订办，伊才发现代志大条啊。由陆配母亲径自取得大陆地区人民身份。本部已协助杨兵向内政部移民署提出保留中华民国籍意愿。两岸条例规定，任何人不得同时拥有大陆身份和台湾身份，两者只能2择1。根据两华人民关系条例规定，咱国民众伫咧中国，若是有徛户口、有中国的身份证，或者是有中国的护照，台湾的户口就会去互注销，会失去选举、罢免、甲做军公职等等的权利。移民署初步认定，这个姓杨的上兵是特殊的案例。不过，国军有中国的身份证，毋但打击国军的形象，嘛有可能会去互中共摕来操作人质作战。一位烦恼讲，替别人代办中国的身份证是国安的空旁。那他是不是可以帮任何的人甚至是他们想要制裁的人，故意去帮他办中国身份证，借此来达到法律战跟舆论战的目的？两岸本来就是因为制度不同，有很多争执的地方。怎么去求同存异？目前中国的配偶人数有到38万人，摕到台湾身份证的有超过15万人。有国安人士分析，中国的配偶替伊寄来台湾了后生的囝办中国的身份证，未是头一个。军事专家认为讲，这虽然是姓杨的案例，不过中共渗透的手段是百款，千万都要看明切咧。有人说他是不是一个潜伏的间谍啊？你不可以有任何一点的这个蛛丝马迹或把柄让人家抓到。我怎么会去办一个中国的身份证呢？对不对？这是不合情理的。调查局会把这个案件看作是国安的警示，会把有中国身份证、居民户口破坏咱国民众函送内政部调查处理。另外有风声讲，咱台湾有2搭招募咱国民众去中国办证，中国有3搭。陆委会指出，业者协助代办。涉及无经过许可，甲中共的部门合作，会当罚10万以上50万以下罚款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